耀才證券發布公告，主席葉茂林已出售50.6%或8.58億股予螞蟻控股，每股作價3.28元，較停牌前的2.79元溢價17.6%，涉資28.15億元。螞蟻控股交易將被動觸發耀才證券全購要約，公司表明有意維持上市地位。耀才證券表示，與螞蟻合作為公司提供重新調整其資金分配策略的機會，在提供短期股東回報與最大化長期股東價值之間取得平衡。更多的資金將重新投入業務。1995年，葉茂林創立耀才證券。2010年，耀才證券於聯交所上市。目前，螞蟻控股已向葉茂林支付2.81億元，即交易總額1成作為按金。